Hello，大家好。咁今日咧，木 Sir 咧打算同大家講下關於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咁如果我話咧，我喺我哋中國歷史當中咧，對於保留我哋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嘅兩個，或者令到大家能夠互相交流嘅兩個最重要嘅舉動，應該係邊兩個咧？喺整個中國歷史入邊，能夠令到整個中國地區不同地區嘅人都可以互相交流。第一個應該係秦始皇嘅。統一咗文字，係啦，書同文。咁第二個咧，交通，唔係就係現代嘅普通話。咁所以話咧，如果我哋將來咧，就算我哋有咗呢一個突然間有咗呢個穿越嘅能力，假設而家好多穿越劇啦，假設我哋有機會咧可以穿越到古代，我哋第一個要面對嘅問題係咩咧？要識同人溝通。係啦，我哋講嘅語言咧，同古代其實係唔通嘅。咁我哋話咧，其實如果按照整個中國古代嘅漢語發音嚟講咧，可以大致上咧分開三個階段，一個上古音，一個中古音，一個咧就近古音。咁上古音最早咧應該咧就去到我哋講春秋戰國，直至去到漢朝左右。咁而中古音咧大概咧就係南北朝啦，直至咧去到宋代左右。咁而近古音咧就係元明清三代，咁啊當然去到後來就係現代啦咁樣。咁你覺得咧點解我哋可以分開呢三個不同嘅階段咧？其實最主要我哋講，如果我哋講普通話，應該最接近呢三個階段入邊嘅邊一個咧？近代係啦，就係元明清。因為咧元明清呢三代咧，我哋講近古音嚟講咧，其實佢最主要咧都係受到好多咧我哋北方嘅少數民族啦、邊境民族啦，或者當時講嘅外族咧去影響。咁所以咧佢哋嘅語言體系當中咧係會出現咗一個好大嘅轉變。咁但係如果我哋要揾翻，假設我哋能夠穿越去到春秋時期，咁當時嘅人應該講咩話嘅咧？唔知喎。嗱，如果用孔子嚟講咧，佢所將當時咧喺呢個春秋戰國時期咧，就定義咗嗰種話咧，就係雅言。咁啊，類似於好似我哋今天所講嘅普通話一樣，即係無論你係香港啊、上海啊、北京定係呢個山西，大家要溝通嘅時候咧，我哋大家都係講普通話嘅。咁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啦，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國家啦。春秋時候有幾百個國家，咁每一個地方咧都有住自己不同嘅語言。咁點樣溝通咧？咁既然喺翻譯上面咁困難嘅時候咧，後來咧喺春秋時期咧，我哋話咧喺開始東周嘅時期咧，即係大概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咧搬咗去洛邑之後咧，就以洛邑即係今天嘅洛陽附近嘅呢個語言咧，就作為一個標準，建立咗呢個雅言。咁啊，而後來大家都知道啦，我哋萬世師表孔子咧，佢喺邊度講學㗎？每個國家都講咯。係啦，冇錯，佢開頭喺魯國，跟住後來就周遊列國啦。繼而咧，其實佢最後都係翻返去魯國嘅。咁魯國即係今天嘅山東。咁本身咧，佢嘅學生咧亦都係嚟自於五湖四海不同嘅地方啦。咁究竟佢嘅學生又點樣溝通，又點樣聽得明呢個孔子講課咧？其實咧，佢就係用雅言啦。咁喺《論語》咧呢個述而當中咧都講到咧，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咁呢個咧就證實咗咧，其實孔子當時嘅講學咧就專門用呢個雅言嚟講嘅。咁講到嚟呢度，可能大家都覺得咧，咁係咪即係今時今日咧住喺呢個洛陽附近嘅朋友，如果有機會咧穿越去到呢個春秋戰國時期，佢就會識得呢個雅言，係好相近咧？實際上其實又唔係，因為咧呢一個語言嘅變化咧，頭先都講到已經經歷咗三個重要嘅階段。呢個洛陽嘅雅言咧，其實咧仲係屬於我哋當時所講嘅上古嘅音，咁同我哋今天嘅洛陽地區講嘅呢個話咧係完全唔一樣。咁稍微比較相近嘅應該係邊一個咧？邊一個地區？北方。錯，實際上咧就係我哋今天所講嘅粵語，或者有啲人講咧，其實閩南話入邊咧都有一啲係保留咗呢個古漢語字音嘅一啲説法。咁呢個原因係乜嘢咧？最早咧應該就可以追溯到去秦始皇統一六國。咁統一六國之後咧，咁當然咧就包括埋我哋身處嘅呢一個廣東，當時叫嶺南地區。咁嗰陣時秦始皇咧就派咗個趙佗咧帶領住50萬嘅大軍咧就征討呢個南越。咁後來因為秦始皇過身之後咧，呢個趙佗就自立為國啦，就建立呢個南越國。
咁因為落到嚟呢個廣東地區咧，就同呢度我哋本土嘅呢啲土著啦，當時叫做南蠻一樣啦，就雜處啦。咁因為南蠻本身咧，亦都有好多不同嘅部落種族嘅，咁佢之間嘅語言都唔通，咁所以佢哋唯一嘅辦法係咩咧？就將中原帶到落嚟嘅呢個雅言咧，成為咗呢個嶺南地區，無論係北方落嚟嘅，即係呢啲漢人落到嚟同呢啲南蠻溝通啦，定係南蠻之間不同部落嘅溝通咧，都係用咗呢個雅言。咁後來咧，去到呢個西漢元鼎6年，大概公元前111年左右咧，呢個西漢咧就滅咗呢個南越國，並且咧就設立咗呢個交趾刺史部。咁交趾呢個地方咧就非常之大嘅，包括咗我哋今天嘅廣東啦、廣西啦，以及係雲南少少嘅地方啦，以及係下邊而家已經不屬於中國嘅越南。係啦，冇錯。咁而呢個交趾刺史部咧就設咗喺當時嘅一個嶺南嘅中心，叫廣順。其實就唔係今天嘅廣州，而應該咧係喺肇慶市下邊一個細嘅地方，叫做封開縣。咁呢個地方咧，亦都被好多歷史學家評價咧，認為呢個地方咧就係我哋粵語嘅發源地。咁個原因咧就係因為當時嘅呢個政治中心咧、行政中心就喺呢個廣順，咁繼而咧就同周邊不同嘅部落咧都係以呢個雅言咧進行溝通，亦都吸納咗咧一部分咧本地呢個古百越族嘅語言嘅一個因素。咁後來慢慢咧就將呢個雅言同埋呢個百越族嘅語言咧融合埋一齊咧，就成為咗我哋今天所講嘅粵語嘅一個基礎。咁及後咧，中原同埋北方咧經常發生戰亂啦，所以原本咧始建於呢個東周時期嘅雅言咧，就慢慢咧喺中原地區消失。咁但係咧，因為嶺南地區咧相對比較安穩咧，亦都係與世隔絕啦。咁所以咧呢個雅言咧就慢慢保留咗落嚟。咁因為當時嘅嶺南咧，其實我哋廣東咧係位處非常偏遠之地。咁三國時期咧都話我哋呢個係南蠻地區啦。咁但係咧去到唐代之後咧，其實咧嗰陣時咧唔好以為我哋都發達，其實我哋都依然好落後嘅。不過咧我哋曾經出過一個咧廣東籍嘅宰相，唐代好出名嘅。魏徵啊？唔係，張九齡。張九齡咧就係韶關人嚟嘅。佢曾經咧都寫過一首非常之出名嘅唐詩咧。我講上半句，睇下你接唔接得下半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係啦，冇錯，就係張九齡所寫。咁佢嗰陣時咧，因為去到唐代咧，依然咧喺嶺南地區咧，認為係呢個化外之地，係可能一啲流放人咧先至會嚟到廣東嘅。咁但係咧，佢知道佢家鄉嘅道路咧，即係韶關咧同中原之間嘅接駁咧非常之差，咁所以咧就向中央提出咧就要改善呢個交通。於是咧就開咗呢個梅嶺古道。梅嶺古道咧，其實就係當時咧打通咗呢個即係廣東同埋呢個中原地區嘅交通啦。咁促進咗南北交通之後咧，所以後來歷史大家都知道，每逢咧喺中原咧有啲咩亂事嘅時候咧，移民咧就進一步咧向南遷。咁由唐代開始，最大嘅兩次嘅亂事係咩咧？安史之亂啊。係啦，同埋唐末嘅黃巢之亂。咁呢啲時間咧，大批嘅難民咧就走難咧就落到嚟嶺南地區。咁而後來大家知道咧，喺北宋南宋時期咧，亦都一樣。咁例如北宋滅亡之際咧，靖康之難咧，亦都一樣。咁金人打到落嚟嘅時間咧，咁亦都大批嘅難民咧逃難去到南方。咁而去到宋代滅亡之際咧，更加咧就係連皇帝都走到落嚟香港啦，係咪？咁所以咧喺呢個粵語嘅發展嘅過程當中咧，由最上古音咧，跟住你雅言咧，後來隨住不同時期嘅呢個北方或者中原地區嘅難民走到落嚟咧，亦都慢慢融合咗，令到個粵語咧可以話既有一啲中古音，亦都有一啲咧係更遠古嘅上古音嘅雅言嘅字句咧，都係喺我哋嘅語言系統當中出現。咁例如咧，我哋好多咧文言咧，即係雅言咧，其實咧都係我哋今天所講嘅白話嚟嘅。例如我哋一陣咧準備去食嘢，咁呢個食字咧就係古代嘅雅言，因為現在咧我哋通常普通話咧，即係佢哋會叫做咩啊？吃咯。係咯，會叫吃啦。吃呢個字咧就唔係雅言嚟嘅。咁另外咧，譬如我哋而家走路咧，我哋粵語會叫咩咧？行路咯。係啦，行字亦都係啦。咁食啦、行啦，甚至乎係我哋嘅飲。係啦，呢啲全部咧都係我哋嘅古代嘅雅言。今天用嘅吃啦、喝啦，同埋
走路啦，呢啲全部咧都係現在後來慢慢演變過嚟嘅一啲現代嘅漢語用字嚟嘅啫。係啊，睇翻啲古代嗰啲詩文都好多係用食啊、行嗰啲代表走路咁樣。係啦，甚至乎仲有一個咧，可能係大家都冇留意呢個字咧，原來咧喺呢個甲骨文入邊已經有嘅。我哋話啲學生曳，我哋可以罰佢做咩啊？罰抄。啊，罰抄之外咧，仲可以罰企。係啦，係個企字咧，其實呢個咧既係一個象形字，又係一個會意字，因為一個人下邊一個子，呢個其實咧喺古代咧就係講掂住腳站立嘅意思。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咧企喺度咧，呢個企字咧，亦都係我哋今天咧依然會用嘅一啲粵語嘅字句啦。喺大啲書面語當中咧就好少講企。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嘅科技咧真係有機會咧令到我哋能夠穿越去到古代咧，咁大家首先亦都要學好廣東話先。咁學好廣東話之後咧，其實都未必真係能夠同佢溝通。不過咧喺好大程度上面咧，可能更加容易同古人咧有一個接觸。寫字咯。啊，唯有係咁咯。但係寫字嘅話，你識唔識寫小篆啊？差唔多樣啫。後來楷書嘅話就可能容易啲。咁不過如果最方便咧，用普通話能夠可以穿越嘅話咧，最多咧就可能只能夠回到去明清時代嗰陣時咧，就用呢個普通話咧，相對比較接近。好啦，咁今集咧關於我哋中國傳統語言文化嘅呢一個故事咧，講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哋段片嘅話咧，記得點讚啦、留言同埋訂閱我哋頻道，撳埋個啷啷。下次再同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啦，拜拜。